老王，英国人已经下了逐客令，限期明天，金津五夫一行必须离港。英国人态度怎么样？非常坚决，一定要把他们赶走。那金津五夫就没有任何的余地了。这样，他们和谈的妄想就彻底破灭了。对。只是，他们一走，天亮肯定会留在金津五夫的身边，执行组织上交给他的新任务。你们两个人，从此就天各一方了。我知道，天亮是扎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，它不属于我个人，它属于我们的国家，属于这个民族。应该让他去该去的地方，做该做的事。我会等他。可惜啊，也没能够让你们两个人好好的道个别。大佐，你还没有休息啊？韦景君，天气转凉了，你要注意身体。是啊，我们刚来香港的时候，天气还是火热一般，现在天气转凉了，这是要赶我们走啊！您多虑了，大佐，您可是我们的主心骨。韦景君，能陪我坐一会儿吗？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我这辈子也不会来香港。那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大佐会去做些什么呢？可能也就是个长野县的普通农夫。怎么，韦景君，你厌恶这场战争？战争就会带来死亡，死亡就意味着有无数的家庭会破碎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失去丈夫、儿子，这种伤痛会伴随他们一生的。所以，就需要和谈。
大佐，撤离工作已经准备就绪，我们走水路返回上海。大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登船了。我们不登船，也不回上海。那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去广州。喂，王老板，货物已经全部运走，请您放心。知道了。你要的东西是。拿着这东西，你就要明白，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不再是你自己。是。报告，香港来电，你日本人已经撤出香港，下落不明。什么？大佐带我们来这个地方干嘛？不清楚。大佐，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等人。
少佐，上车吧。嗨，木村中佐，冈崎君、尾井君、各位，今晚暂且委屈一下。大佐，请。小枣姑娘，请。大佐，您辛苦了。藤原君，你还怨恨我吗？大佐，当我得知事情的真相，内心充满了对您深深的感激之情。当时情报四课出现了内奸，军部的反对派以此为由，妄图阻挠您的同计划。对于我的清白，大佐是深信不疑的。可偏偏被大佐揪出的内奸，竟然就是我。而这正是大佐您高明之处，可谓一举两得。第一，查出内奸，从而使同计划能够顺利进行下去；第二，对我采取了保护，让真正的内奸没有机会对我下手。藤原君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死吗？子弹能杀人，也能救人。内枪必须要打在人体的第5和第6根肋骨之间，这样既不至于伤人性命，又可使人当场昏迷。可这样的枪法需要极其高超的精准度，绝不能差之分毫。大佐，您做到了。当时我的手虽然没有抖，但是我的心却在颤抖。我真怕一失手，愧对了你的父亲。我在日本养好伤之后，有幸被军部派往华北战场。怎么样？那是一场非常艰苦的经历吧？不，那是一段
极其荣耀的时光，能够像父亲大人那样，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，是我多年的梦想。当敌人的子弹穿透我的肩胛，那阵阵痛楚，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自豪。爆炸掀起一浪又一浪冲天的火光，是那么的绚丽夺目。您知道那隆隆的炮声和机关枪扫射的声音像什么？天籁。你们一路辛苦了。哦，好。如此完美的中式建筑，从外表上看毫不起眼儿，可
可里边却别有洞天，隐蔽使用兼备。这个地方不错，我很满意。藤原少佐，您这次的归来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。先是带大家顺利地通过了英国人的哨卡，又给我们情报4克找到了一个如此合适的大本营。在下对您实在是敬佩有加。过奖。大佐，您的办公室在楼上，请。中国人常讲“大隐隐于市”，藤原君的安排甚得我意。大佐，您满意，藤原就放心了。那么接下来，请各位随我到会议室，我有话向各位转达。诸位，大家一定非常惊异我的出现。我此番来港，是为了协助大佐工作。藤原少佐，我认为我们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英国人吧？不知道少佐有没有解决的计划？各位，暂时无需担心英国人的干扰，只要听我的安排就好。另外，这次的间谍事件，军部已经妥善处理。如果当初没有大佐的安排，没有我的假死，真正的内奸便难以暴露，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，全赖大佐的英明。藤原少佐谦虚了。想必藤原少佐这次回来，一定是肩负重任。我确实带有军部派给我的任务。如今，我方与中国战局持续僵持不下，我方迫切需要了解英国人在香港的军事部署。难道海军的南进攻略占上风了？这么快就要对英国人动手，这不是一个正确选择。在中国战场进入僵局的状态下，贸然扩大战争，那是极不明智之举。圣战数年之功将要毁于一旦。
所以这次我还带来了军部更为重要的特殊使命，那便是辅佐大佐完成和谈。现在军部支持和谈的力量日渐式微，总司令阁下已经快要支持不住了，所以还请大佐加紧完成和谈。谈判哪里是一朝一夕之事？大佐您对我有再造之恩，我非常希望能助大佐一臂之力。各位，让我们为大佐的大业共同努力，拜托。好，很好。诸位对藤原君或多或少有一些误会，以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个误会。木村中佐过去对藤原少佐多有得罪，那只不过是为了帝国的情报安全而已，并不存在个人恩怨。希望藤原少佐能够理解。为了共同的目标，希望大家精诚合作，一切以帝国的利益为上。嗨！韦警觉，藤原君这次经历生死，可以重新归来，实属不易。而且和谈可以继续进行，我们就都放心了。你说呢？没错。小泽，幸太郎，在干什么？随便转转。幸太郎，我好喜欢这里。这里虽然看上去有点老旧，但是雕梁画栋，古香古色，真的很有中国的传统特色。你知道吗？而且这儿到了晚上，还能看到天空的星星呢。你喜欢这儿吗？喜欢。不单是这儿，所有中国传统建筑，我都很喜欢。那你带我到处转转吧。今天不行，我要收拾行李，很快就要进入工作了。那幸太郎先去忙吧。改天吧。怎么样？新的环境还不错吧？不错，满意。
我们这次都要感谢藤原君啊，否则我们可能都不在这儿了。看来你比我更喜欢这个新地方，顺了你的心意。这倒不是，确切的说是顺了大佐的心意。但是我听你的口气，好像还有不满意的地方。没有啊，很满意。中佐，中佐，冈崎君也在啊。怎么样？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啊，才刚刚开始收拾。中佐，特意来找我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到了新的环境，有点不太适应罢了。中佐不适应的是这新的环境，还是环境里的新人呀？真的是十分有道理。什么人，什么事，明着来就好了。我平日里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背地里使花招的人。不过没什么，我们倒要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来。藤原少佐，真是太巧了。大家都在这里，看来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三位相处的十分融洽，这让藤原感到非常高兴。少佐，我们只是在陪中佐闲聊而已，请进。我来是想通知各位，今天我做东，请各位吃顿晚饭。我们好好的聚一聚，怎么样？我没有问题。不知道中佐和冈崎君有没有什么别的安排？我当然也没有问题，就是不知道大佐晚上有没有安排任务。请放心，大佐今天不会安排任务的，请各位务必赏光。好的，少佐。那么晚上见。大佐，什么事啊？大佐，我认为有必要对这里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。这个地方是藤原君安排的，藤原君办事我放心。正是因为藤原君安排的，我才认为更有必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，以防万一。
我知道你对藤原君有些意见。今天开会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要以和谈为最高任务，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。大佐，我并不是针对藤原，我只是觉得他突然回来，而且还带着军部的任务，万一他是受了军部反对派的指使，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万一。木村君，我希望你能把精力都放在和谈上。嗨，去忙吧。木村中佐公务繁忙，不知道他会不会……公务再繁忙，也总有办完的时候。木村君会来的。中佐，有事耽误了，抱歉。中佐，请上座。请。他是军统的内奸，不是我们情报司科的人，难道你要祭奠我们的敌人吗？藤原有一事不明，为何当初把我当成了内奸，而把真正的内奸长谷川治当成了好人？我想，大概是中佐您的调查手法过于别具一格。
现在情况很复杂，日本军部派人去搞定了英国人那边，而派来的人就是已经死了的藤原忠嗣。藤原忠嗣？这怎么可能？而且日本军部还命令他一定要促成金井武夫的和谈，就连金井武夫需要的证明，都是他亲自带来的。那就是说，和谈还要继续？以目前的情形看，是这样的。